大家好，我係志韓弟兄，今日繼續同大家講親密關係中嘅憤怒。第四講，改變思維方式。有個小朋友喺火車裏邊亂咁走，其他嘅乘客都覺得好滋擾，覺得呢個係一個頑童嚟㗎。喺佢側邊左邊嗰個呢，就係佢爸爸，一路都冇理喎，啲人就覺得呢個爸爸真係唔負責任啦。後來啲人呢，聽到佢爸爸呢喺度講電話喎，先至發覺咧，原來佢嘅太太咧，啱啱咧今日喺醫院死咗，佢而家喺度咧處理緊一啲喪事。於是大家嘅諗法完全唔同啦。原來呢個係一個哀傷嘅爸爸，一個不知所措嘅孩子。當初大家好嬲，嬲呢一個爸爸係不負責任，呢個男童係頑劣嘅。呢個解釋係基於佢將人嘅行為當做佢哋嘅性格或者個人嘅特徵。當大家明白咗佢真正嘅處境，原來媽媽啱啱死咗，同埋知道佢哋嘅狀態，爸爸係哀傷，孩子係不知所措嘅話，大家嘅感覺就變咗同情啦。好，我舉另外一個例子，就係有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孩子同父母嘅關係。當父母教呢啲 SEN 嘅孩子去學習啊、做功課啊，啲小朋友冇心機啊，又逃避啊，咁父母就好多時喺度諗咧，唉，佢又唔合作啊，佢浪費我啲時間同心機啊，喺度反叛我啊，嘥晒我啲精力啊，我好沮喪，好敏感。但係如果父母有另外一種諗法，其實可能我教嘅佢真係聽唔明，我方法都幫佢唔到。如果學校幫唔到，補習社幫唔到，父母都唔諗方法幫佢咧，孩子太痛苦啦。我好好地去揾方法啦，請教人啦，揾專業人士啦，睇書啦，上網啦，總之佢要做個好榜樣俾孩子，我一定唔會放棄嘅。咁咧，呢個父母就可以好平靜啦，對住個孩子。一對移民咗去外國嘅中國人夫婦，孩子喺外國長大，爸爸好心急想教中文俾佢，希望太太幫手。但太太咧成日都喺度對住個孩子講英文喎，每一次聽到講英文咧，爸爸就好嬲。後來咧，爸爸明白咗個道理，原來媽媽本身咧細個咧都喺外國長大嘅，所以其實咧佢個母語咧係英文嚟嘅。爸爸就諗啦，不如我當佢外星人，佢只係識講地球嘅語言，不過其實咧佢主要都係講外星人，大部分時間都係咁樣嘅。而我咧就應該要承擔起教小朋友中文嘅責任。太太教咧係一個額外嘅獎賞，從此之後咧佢就唔再嬲佢太太啦。夫妻之間經常都有一啲一發觸即發嘅衝突，造成咧雙輸嘅局面。呢一個有影片咧，大家可以睇嘅 QR code。其實好多時呢種情況咧，大家都冇經過咧理性嘅分析，就已經當咗對方係敵人，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。譬如關係末日四騎士出現嘅時候，呢個惡性循環就好明顯㗎啦。呢個有影片再解釋多啲。一個例子，父母都係返工嘅，一放工太太就返嚟咧，好忙碌咁去做家務啊、煮飯啊、幫小朋友做功課啊咁樣啦。咁咧就忙得好緊要，望住老公，咦？點解佢原來喺個 sofa 嗰度睇手機嘅咧？於是太太就好嬲啦。你睇我忙到咁啊，你都唔主動嚟幫手㗎？老公就話：返工都好攰㗎，你俾我唞唞啦。你有咩我吩咐我一定會做嘅。但係咧，太太唔接受呢個講法，繼續要求，而呢個要求咧，令到老公更加嘅退縮，形成一個惡性嘅循環。後來咧，佢哋明白咗一個道理咧，兩夫妻就應該係一個好好地分工嘅團隊，一齊合作去照顧家庭嘅。所以咧，丈夫咧就唔會等太太要求咧，就自己會走埋去主動問下，有冇啲嘢幫手啊咁樣。太太咧亦都用好好嘅語氣咧，就話你幫我呢樣啦，你幫我嗰樣啦。於是大家咧就打破咗呢個惡性循環，改善咗溝通。另一個例子，
丈夫咧好中意買相機打機嗰啲器材嘅，太太咧見到佢買呢啲咧就好嬲啦。我哋仲要供樓啊？丈夫就話啦：好賺錢賺得咁辛苦，買少少嘢俾自己都得啩？但係咧，佢哋各執一詞係傾唔掂嘅。後尾佢哋溝通嘅時候咧，就明白對方嘅需要。原來太太喺個單親家庭裏邊長大，見到咧啲錢咧係好困難嘅，所以佢咧係好冇安全感嘅。而丈夫咧亦都喺一個好窮嘅環境裏邊長大啦，佢咧就覺得即係需要補償佢細個冇嘅嘢，所以即係有啲嘢好想買嘅。咁但係佢哋最重要嘅心態上邊咧，佢哋改變咗啦。其實我哋應該係一個團隊，我哋應該合作嘅。於是咧，佢哋大家一齊坐喺度咧，諗下點樣去制定一個家庭嘅財政預算啦。當中咧都留咗一小部分咧，係俾丈夫自由支配，係買自己中意買嘅嘢，都唔需要同太太交代嘅。咁大家咧都各得其所啦。其實大家應該係盟友，唔係敵人。如果唔係好快脆咧，就變咗個惡性循環。係應該我哋一齊去面對呢啲嘅問題，而唔係你我之間嘅對抗。好多時候你童年嘅成長嘅過程裏邊咧，好多經驗咧，不知不覺咧都會咧令我哋對一啲嘢好敏感，有好強嘅反應嘅。我喺另外一個影片咧叫《個人心理按鈕》咧，都有詳細講及呢啲夫妻衝突嘅觸發點，大家可以睇呢個 QR code 嘅影片。最重要嘅咧就係要明白一點，如果呢個係我嘅個人心理按鈕，就主要係我嘅問題，而唔係對方嘅問題。另外一個例子，太太喺困難嘅環境裏面長大啦，結咗婚之後咧，丈夫咧因為啲好小事唔體貼咧，太太又覺得丈夫咧好似佢爸爸咁大男人嘅，於是咧佢對佢嘅態度啦同埋結論咧就好似對佢爸爸一樣。原來太太咧細個係好慘㗎，佢有個人心理按鈕，佢嘅爸爸咧係好惡㗎甚至咧會咧對佢哋有暴力㗎。媽媽同佢經常都要走佬嘅。其實呢啲嘅個人心理按鈕咧，夫妻咧都要共同嘅克服，咁樣先至可以避免呢啲無謂嘅夫妻嘅衝突。點幫呢個太太咧，就要將佢咧同丈夫同爸爸嘅形象咧分開，越分開得越好盡量咧將丈夫比爸爸好嘅咧都寫出嚟。當佢坐低寫爸爸同丈夫嘅分別，就發覺咧丈夫咧同佢爸爸完全唔同㗎。丈夫完全唔暴力，唔講粗口，願意咧為家人付出，願意照顧孩子，分擔家務，係完全另外一個人嚟啊！完全唔同佢爸爸嘅，所以就拆解咗太太嘅個人心理按鈕啦。另外一樣嘢咧，婚姻裏邊咧，對方做嘅好事咧，全部都要加分計分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似半杯水嘅例子咧，永遠都睇唔到有嗰半杯。呢度有一個影片咧，就係唔好將咧婚姻裏邊嘅好嘢咧，就當做理所當然或者應份。當我哋咧唔好淨係將個重點睇去對方嘅冒犯，睇下大圖畫紀念多年嘅恩情嘅時候咧，我哋啲憤怒嘅反應咧就會冇咗好多噶啦。喺婚姻裏邊咧，可以用呢個叫做良善寬容嘅解釋咧，我喺另外一個影片都解釋過噶啦。其他有關控制憤怒嘅影片，多謝大家。